各位歡迎收聽一次新聞。全球股災恒指下挫超過3000點，係歷嚟跌幅最大嘅一次，亦都係喺亞太區5大股市裏邊歷嚟單日最大嘅跌幅。而港股今年內嘅升勢亦都全部蒸發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喺下晝6:3展開記者會。恒指低開2119點之後，好快就見全日高位，最少跌過1800幾點，但係好快就垂頭向下，跌勢加劇。中午收市跌超過2400點，午市之後跌幅逐步擴大，曾經低見19706點，全日收市報19828點，下挫3021點，以點數計係自2008年1月22號以嚟嘅最大跌幅。由於恒指大跌，總成交就超過6200億，創出新高。科網股成為本次嘅重災區，小米集團跌2成，其餘騰訊、美團、阿里巴巴同快手跌1成2到接近1成9。出口航運股亦都受到沽壓，中遠海控跌近1成半，而敏華控股更加跌超過1成6。同手機相關嘅股份亦都急劇下挫，比亞迪跌2成2，高偉電子更加跌3成2，而舜宇光學同瑞聲科技齊下挫2成。石油股亦都受到沽壓，中石油同中海油齊跌1成半，聯想集團跌近2成3，而藥明生物更加下挫超過2成6。5大國內銀股亦都受壓，中國銀行跌近1成1，其餘工商銀行、交通銀行、農業同埋建設銀行亦都齊跌近8%到9%。213新聞綜合報道。亞太區股市全線下跌。日本股市連同上一次嘅美國股市急挫，收市報31136點，下挫超過2600點，跌幅超過7%，亦都跌近8%。其餘股市方面，台灣下挫接近1成，收報19232點，而南韓亦都下挫接近6%，收報2328點，而澳洲股市就收報7343點，跌幅4%。